我是个在都市长大的客家小孩，为了找回记忆中的客家味道，于是我背起我的背包，立志要走遍每一个客家庄。这不只是一段假期的旅行，而是一种客家精神的再学习，一种要深刻体验我们客家人最真实的风俗民情。台湾经济蓬勃发展，许多人都向往着过都市的生活。然而现在却有一群年轻人和我一样，用不同的方式探索客庄。有人用家乡的特产创新研发新产品，有人用家乡作为音乐创作灵感的来源，有人则是延续父亲陶艺薪火，重振家乡产业风华。今天我将带大家去找寻客庄里这群为了理想认真打拼的热血青年。来到了桃园平镇，听说这里有间很特别的书店，前方隐约传来客家童谣声，我想我要找的人应该就在这了。头发茶转内打，你故意的。阿公阿婆，太记9号，打扰你们了。太记，我刚刚走进来的时候有看到教妹妹一个那是客家的童谣是吗？对，应该是童谣。杨妹妹18岁，初复茶，转外家，两条米大七八。毛同学温温奶茶，哇，妹妹好棒哦！妹妹都念得很标准呢，好可爱哦。所以为什么突然会想要念这个童谣？没有，就是有空的时候，当然就是会教他一些啦。然后阿公阿婆也都会跟他讲客家话，所以有时候他讲的客家话我还不一定听懂，因为我可能没有学到，因为可能阿公阿婆常常跟他讲。太记，我其实今天来啊，是想来你们的书店看看。可是我刚刚走进来发现这边好像是住家，是我们的住家。书店我们不是开在家里，开附近而已。可是我刚刚其实走进来，我有发现，就是前面就是它是有在做是木工吗？还是对，就是我们店里有一些就是木做的东西，然后他就会自己动手做。要不要去看看？好啊，好啊。大姐说，在书店成立之前，她先生原本是一位资讯工程师，对木工根本一窍不通。开店后才开始学习木工，店里的装潢摆饰，只要是可以动手做的，通通由她包办。我刚看你好像有在做，是在做什么？做店里要用的那个花茶或者是茶的茶盘。那我可以帮忙你吗？好，你看起来还蛮光滑，但是其实我们都还要再稍微砂磨一下。对，那我们通常就会先从比较粗的开始砂起。好，然后但是是顺着，你看它还有纹路，你就是基本上顺着它纹路这样。顺着刷。对。我很好奇，为什么当初啊会想要自己做，而不是用买的就好了？因为第一个，其实最早的时候我们有想过，就是这个东西很应该不难，为什么？就想说那用买的可能就可以了。后来发现说，其实买它一个可能就要1-2千块，那对我们来讲是不太可能去花那个钱，因为觉得没有那个必要吧。因为以前从小就是看阿公也是，就是很多东西啊，椅子啊什么，就是那种简单的东西他都自己做啊，所以可能也是因为这样就觉得说。从小就有观念，就很多东西不见得都要买的，可以自己做。对啊，包括很多木头都是以前就是很多的木头就是不是捡来的，就是以前留下来。你看那些比较旧的木头，就是算是造福我。对啊，这样子刚好。客家人的精神。阿公克勤克俭的生活态度，让他们一家人从小就养成了物尽其用、绝不浪费的观念。尤其自己亲手做的东西，不但独一无二，也特别有味道呢。在大哥的指导下，我渐渐地体会到这种手作木工的乐趣。大哥说，当初和太太决定回到家乡开书店时，周围的亲朋好友大多不看好，但凭着一份对梦想的热情与坚持，夫妻俩共同学习摸索，终于打造出2人梦想中的独立书店。跟着大哥大姐来到了书店，青草绿地、古朴的木造建筑，少了都市的喧嚣，多了一份乡村的悠闲宁静。而满室的藏书，可都是由大姐亲自挑选的。
为什么这里的书要拿下来清理擦拭过？因为我们有卖新书跟二手书，那二手书的部分，我们就是跟客人收回来之后，我们都会用酒精，然后擦拭过，一方面消毒，然后一方面就是那个灰尘擦掉这样子。那为什么你们会想要回到家乡这里来开这间书店？我跟我先生本来都是上班族，就是这附近也没什么阅读的空间这样子，然后就是在家乡如果没有这样的地方，那我们自己来开一间这样子。还没开店之前，当然很多人会跟我们说，这边乡下地方啊，可能没有那么多阅读的族群这样子。可是开了店之后，其实我们反而发现，就是说这附近有很多这样的一个需求，那他们也都很高兴说，在这样的一个比较偏僻的一个乡下的地方会有这样的一个空间。其实我光看到这间店啊，我就看得出真的是非常用心，而且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刚刚有帮那个大哥去做那个木工，对，所以我一走进来啊，我就一直在看，哪一个是大哥做的，哪一个就是刚刚我一直绕啊，一直找啊，这样。对，就是这一边大部分看到的书柜、桌子或是书的展示架。大部分就是我先生做的。哇，因为我光看到就是像这些小的啊，我觉得就让整间店变得好有温度。对，木头就是有这样的一个特性。对，然后也有很多客人进来，他就觉得说，就是看到说都是木做的东西，就是感觉更有手感这样子。对，它跟阅读的它的那个氛围是很对，我觉得会帮助阅读的那个气氛。对。不过我刚刚觉得很特别，是我逛到那边啊，我看到有一个是专门放客家书籍的地方。对，就是我们有特别为客家书籍就是有辟一个专区这样子，在那个书柜里面，就是我们尽量去收集大部分，就是我们可以收集到的，可能是客家饮食方面的，有的客家文化，有的是历史方面的。因为我们这边有一些外地的人，他们可能会想要了解客家庄的一些东西，或是说有一些研究客家文化的人，他们也需要相关的资料。那我们希望说，我们既然在客家庄，也希望可以扮演一个可以就是客家文化交流的一个平台这样的角色。除了辟有客家书籍专区之外，大姐说他们也会不定期的举办相关文学讲座、音乐活动或绘本分享会，借此凝聚在地文化力量。这里可说是一间具有思想与生命力的书店。除此之外，更令我讶异的是，书店内的装潢摆饰与户外的田园造景，竟然都是由夫妻俩亲手打造的。因为可能从小就看着阿公啊，或者是我爸爸，他们就是早上很早就起来，就是一定要勤奋，所以从以前到现在，就是赖床在我们家是一件罪过的事情，所以就很早就要起来。然后因为家里爸爸后来就做园艺，所以其实有空闲的时候，其实爸爸也是都就休息时间，基本上他都是在忙他的园艺的事情。那我们就是我们能帮忙就帮忙，他们会觉得说你只要认真做，基本上他们觉得日子都过得下去，所以。凡事就是要踏实认真的去做，所以这样子开店到现在啊，对你们来说最大的改变是什么？以前在都市工作，其实你脚步很匆忙，对，然后感觉好像很忙，然后过得很充实，可是有时候觉得心里很空虚，对，就越忙你会觉得对，不知道在忙什么。那现在看起来，脚步放慢了，但是其实内心很充实，然后知道自己为何而忙这样子。其实这样听完啊，其实我真的觉得，就是每个人的故事啊，就像是一本宝贵的书。然后大姐的这本书呢，就是里面有非常令人精彩的地方，然后最后也让这本书呢变成这间书店，然后让我们一页页的去阅读里面的精彩。对啊。虽然这里的规模不像大型连锁书店，但在这里我们反而更能静下心来，细细品味阅读的乐趣。大姐说，这家梦想书店不单是与大家分享好书，更重要的是与大家分享这种勤耕与读、返璞归真的生活态度。道别了大哥大姐，我继续启程前往下一站竹北。早期絹印是当地许多人赖以为生的手工技艺。但随着时代变迁，这项技艺早已逐渐式微。现在有一位客庄青年，不但返乡承袭了这项技术，还致力于絹印的推广。但究竟什么是絹印呢？跟着我一起来瞧瞧吧。
豆子，我觉得捐印这个名字好美哦，是为什么会叫捐印？捐印其实我们就是透过这个捐版，那中间这个呢，其实它是一个网子，它以前呢是用很细的绢丝做成的，所以呢，我们透过这个绢网印出图案，我们就叫它捐印。捐印其实是一个很有手感的怀旧印刷，那会因为每一个人他刷的力道啊，还有角度的不同，然后还有甚至是备印物的不同，可以做出各种不同有趣的变化。哦，所以自己的手感会做出不一样的作品出来。对。哦，听完豆子的介绍，我对捐印更加充满了好奇。趁着今天豆子的捐印 DIY 课程，我也跟着小朋友一起来学做捐印喽。豆子哥在做捐印之前呢，我们先来讲一个小故事好了。这附近啊很多田，对不对？然后有一些老人家，他们或是农夫啊，他们其实耕种完啊，休息的时候啊，就会喜欢坐在树下打嘴鼓啊、洗叉走撩，就是他们会聊天。有一个阿婆，他就说了他家的故事哦。他家有养一些鸡啊，然后常常看到这个母鸡都会一直抬头看天空。他为什么要一直抬头看天空呢？因为他发现天空如果有一些雾点，就是有黑点出现的时候，他就知道那个是什么亚坡。亚坡就是老鹰的意思，因为老鹰这时候就会飞下来，他就会想要把那个小鸡抓回去吃掉，所以呢，那个母鸡就会很紧张，它只要看到亚坡来了，它就会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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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那把那些亚坡赶走。所以母鸡它其实非常的伟大，因为它很保护它的小孩。是在上课的时候都会这样子讲故事啊，然后念这个。对，会讲一些故事，让他们了解一下我们这附近可能有田啊，然后附近的农家生活会是什么样的状况。刚刚有没有听到这个叫什么？对，很聪明。哇，对，亚坡就是老鹰的意思。我们要用这个刮刀来把这个颜色啊刷出来，因为是自己印的，所以我觉得特别有一个情感跟一个味道在里面。对，就是这种亲力亲为的东西，你才会对它特别有感觉，然后才会特别珍惜。这个好漂亮哦，这个是什么？这个叫做桐花印水，这是一个杯垫，用3种媒材来制作。下面这是陶，然后呢，上面这个你看到绿色的部分是玻璃，然后还有最里面呢就是一个桐花，用瓷土做的桐花。听完豆子用客家绘本说的故事后，我们就用刚刚听到的故事来构图，将喜欢的图案捐印在这条手帕上喽。我看到这手帕上有这个诗，是什么意思啊？这是客家3行诗：我从劲嗡嗡，刮不起像弄弄熊，田种白公生衣豆。哇，是不是也是要让我们知道说，其实过去啊，就是其实要吃到饭是非常不容易的，所以就是有一个含义在里面。对，所以我们现在开始就是要用这个捐印开始了。那妹妹你喜欢什么颜色？紫色就是 QC。对，因为 Q 就是茄子，然后茄子紫色，所以我们就直接说 QC。我们要用这个刮刀来把这个颜色啊刷出来，一只手压住。这时候我们就从图案上面往下刷2次到3次。我们这时候拿起来，有没有看到？来换你，从这边往下刷，把填满。没有颜色的地方，我们要刷到。好，来，妹妹可以把它拿起来。哇，好漂亮哦！漂不漂亮？漂亮！看小朋友们玩得不亦乐乎，我也忍不住想来体验一下捐印的乐趣。我刚才有看到这个捐印啊，好特别，是它是有这个施暴码然后跟这个是我吃饱了，对不对？对，爱死爆嘞！对，这是都自己想的吗？对，因为我其实虽然是客家人，可是小时候是阿婆带大的，但是因为到了长大之后就比较没有接触客家话，所以印象里面只有几句客家话比较熟。那其实觉得很可惜，然后现在
又想要再开始慢慢去接触客家话，所以我就用一些简单的文字和图片，让大家觉得这个很有趣，然后比较好入门。好，那我就要来做这个。你要印吗？好，你要选这个，我就撕爆码。好，那你来选一个 C， 你要什么 C？ 我要选颜色，那我绿色好了。好，绿色留 C。在与豆子的闲聊过程中，得知他之前是在科技产业担任管理职。我很好奇是什么样的机缘让他放弃了薪水优渥的工作，回到家乡从零开始呢？军印它其实是我妈妈那边的家族，那时候很多亲戚在做，大概是30年前，那时候还蛮流行的。只是因为随着科技的发达，然后这个人力的东西渐渐往外移，所以开始没落减少。那我看到这个，其实我觉得他的经验非常丰富。那时候我还在上班的时候，我就利用放假时间去学，然后规划差不多1年左右，然后决定好我就要做卷印这个东西，来延续它的这个手感。哇，那也是因为你的这个一个想法，才让我们现在看到这么特别的卷印。那像这个撕爆码嘛，那有没有用其他的客家文化然后印在那个作品上面？最近常用的就是客家三行诗，因为这个客家三行诗，它其实是老人家在树下聊天，然后随口聊的一些简短的句子，但是又很经典，所以那时候就有记录下来，然后把它搭配一些小图案，然后我就把它印在像背包啊，或者是像 T 恤啊，然后袋子啊，让小朋友或者大朋友来体验，然后顺便也可以念一下客家话。我的也印好了，哇，好漂亮，很有想法哦，还故意上下颠倒的，因为是自己印的，所以我觉得特别有一个情感跟一个味道在里面。对，就是这种亲力亲为的东西，你才会对它特别有感觉，然后才会特别珍惜。而且就是刚刚有说对，就是手感非常重要。就是我刚刚就是有用的轻重是不一样，它呈现出来的那个明暗都是完全是不一样的。看着自己亲手完成的卷印作品，心中充满了无限的成就感。豆子说，除了教学与创作之外，平常他最主要的还是以承接客制化的订单为主。豆子，这就是你的工作室？对啊，我平常在这边会做版，还有画稿。我觉得布置的好漂亮哦。然后这墙壁上都是你的作品吗？这是我去国中或是高中教学生做卷印的作品。刚刚这个是不是就是提到的，就是把卷印印在那个衣服上面啊？对，这算是在做一个实验和尝试啦。就是大胆的去摸索说，看会有怎么样的效果。像这个就是一直做重复的线条，就是原本的是客家花布嘛。那我是想说，桐花它其实有一个特性，就是当它遇到一点风或是下雨，只要打到它的这个桐花，其实很快就会掉落。然后掉落的时候，会有一种速度感。所以呢，我就来尝试把它印在这个衣服上，让它有一种速度的感觉。所以这个也是刻意加上去的。对，就是想说突破现有的这个客家花布。哇，这件真的是好漂亮哦。对啊，其实从刚刚的那个卷印版加现在这衣服看到很多客家的一些文化，然后加在自己的作品里面。这个是背包客来料。对啊，这是我早上才画的。跟着豆子将构图好的黑稿拿到暗房，涂上感光剂，到干燥，到最后的曝光和显影。制作绢版的每一个步骤，可都是充满着学问和技巧啊。豆子刚刚亲手为我做的背包客来料的版印现在已经完成。你还记得怎么印对吧？记得。好，那我帮你上颜料，就让你自己来刮咯。对。一样，刚刚把它刮掉。对，把墨刮掉。好，这样好，来看看印的怎么样。好，不错，成功，很有你的手感。对，哇，今天自己亲自画的卷印发现它是一个简单但是却充满创意的一个手工艺。那要自己构图上颜色可以搭配不一样的图案最重要是这里还有位客家人把自己过去看到的客家文化融合在这个手工艺，也让我今天看到了不一样的卷印。今天真的谢谢豆子让我看到这么美的作品带着满满的感动，我再次背起行囊来到了苗栗。这里不只是台湾客家聚落最密集的地区之一，也是早期台湾陶瓷发展的重镇。
今天我要拜访的是一对年纪轻轻却对客家陶艺文化充满热情的姐弟，同时他们也是苗栗在地的新锐陶艺家。哇，好可爱哦！今天啊，哥哥是要来找一个陶艺老师。那你们的陶艺老师在哪里？啊，老师你们好。对，老师平时就是在这里教这个陶艺品吗？对。那我可以跟他们一起做这个陶艺品吗？可以啊，可以啊，一起。小朋友跟哥哥一起去找位置坐喽。好，来，一人一个位置坐哦。找自己的位置。都有吗？来，嗨，小朋友大家好，我们呢今天要来做的是一个小杯子。杯子的客家话有人知道怎么念吗？知道吗？杯子的客家话呢就叫做鼻叶，鼻叶。然后呢还有桃的客家话知道怎么讲？叫做头头。好，我们给它土呢分成1/3，讲就要让老师帮你。好，摆好了哦。宇明和宇杰从小就在客家庄长大，由于父亲是国内知名陶艺家，姐弟俩从小在父亲的熏陶下，也对这门艺术产生浓厚的兴趣。宇杰说，大学时期他曾参与老陶师的田野调查，过程中看见了苗栗陶瓷产业的兴盛与衰退，因为不忍客庄工艺的美就此没落。毕业后，姐弟俩便相继投入陶艺创作与教学的行列，一同为家乡贡献心力。哇，我刚刚就是看到教学啊，然后就跟着小朋友一起做这个陶艺啊，就觉得好快乐哦，就看他们的笑容啊，然后很努力的在做这个陶艺品。哦，对啊，因为看到小朋友呢，他们开心的在做，我自己也很开心。对，我刚刚是在教学上有听到有讲客语。对，因为我本身是客家人，然后从小就跟着长辈一起讲客家话。对，然后就是其实长大之后发现，现在小朋友好像都不太会讲客家话，所以呢，就是我在上课的时候就会试着跟小朋友讲一些客家话，让他们可以更理解。对，所以是回来教这个陶艺吗？还是以前是在这里教了？我是后来又再回来，就是回来算。我本身是苗栗人的，然后就是退伍之后，然后我就想说回来自己的家乡，跟姐姐一起创业，就是跟客家还有陶艺有关的事情，我们都蛮有兴趣的。文化的传承最重要的就是语言和教育，因此姐弟俩回到家乡后，便将母语和客家元素融合在教学里，让小朋友们透过学习，好好来认识客家文化。除此之外，在他们的陶艺作品中，也不乏看到许多融合了客家元素的创作。像这个啊，这个好漂亮哦，这个是什么？这个叫做桐花印水，这是一个杯垫，用3种媒材来制作。下面这是陶，然后呢，上面这个你看到绿色的部分是玻璃。然后还有最里面的就是一个桐花，用瓷土做的桐花。哦，这个就是桐花。桐花印水嘛，就是桐花掉落到水中的那种意象在上面。哇，把这个客家桐花就是结合这个陶艺品里面。对，像我们这个客陶杯，客陶杯，这是我们跟拼布老师合作的。这看起来你觉得像什么？其实这跟刚刚的这个油桐花外形是有一点像。这个其实是一个柿子的样子哦，有像丝饼，对。然后就是跟拼布老师合作，做出一个布包，然后里面就是有我们的，就是用柴烧做的碗，杯碗。哇，好漂亮！我最喜欢柴烧的作品，因为它的那个天然的那个釉色啊，你看这个好漂亮哦。对，哇，其实我觉得啊，这种陶艺品啊，都有自己的味道。透过自己以前小时候的回忆啊，或是这种历练啊，然后加入自己的想法之后，就让它变得更有生命力。像这个，我觉得好特别哦。对啊，因为其实就像是自己小孩一样，对不对？对啊，就是因为都是一点一滴的慢慢开发出来的，然后又有再加入自己小时候的
那种历练、想法，把它加到我们的作品上面。虽然姐弟俩年纪轻轻，但在创作陶艺品时，也不忘本地将客家元素与特色融入在内，不但丰富了其文化意义，也让作品变得更具独特性。哇！看小朋友们个个发挥创意，将陶土一圈一圈地叠出不同造型，我也得赶紧加快脚步，继续完成我的作品喽。好，接下来呢，我们要来做桐花的部分哦。有看过桐花吗？没有，没关系。你们知道4月份有什么？在苗栗有很多白白的花，有看过吗？我有看过，有看过，对不对？我们桐花的客家话是什么？知道吗？不知道哦，老师教你们讲吧。它的全名叫做油桐花，所以呢，它叫做油桐花。念一遍，油桐花。知道了哈，下次你们其他人问你有没有看过桐花呢？教授有看过，而且我们还有自己做过哦。好，现在我们要开始做我们的桐花了，好吗 ？OK。看着小朋友一边用着自己可爱的小手，享受着捏陶创作的乐趣，一边跟着老师复诵着简单的客家话。相信在宇明和宇杰的努力下，这颗客家文化的种子一定也能慢慢的在他们小小的心灵中生根发芽。这个我们是用咖啡 espresso 的方式，我们来就是做这个很特别的客家的酸甘茶。我们把它研磨成像咖啡粉一样，完全用蒸汽的方式把它萃取下来。客家的老味道还是用最好的科技把它完全的萃取出来，这样才不会浪费啊。这一道呢是带骨的热眼牛排跟梅干菜一起。是传统的那个梅干菜，它就是有梅干菜的这种咸香味，然后因为它的洋葱啊又有一点点酸酸的，然后搭配这个肉啊，把肉的那个鲜甜的那个口感啊全部提起来，而且我觉得最过瘾的是咬起来那个肉质好软哦。我其实只要是假日要舒压，我都回来苗栗这一个好山好水的环境，种花啦，种草啦，其实也是想念家乡的这个味道。对对。相信很多人都吃过西餐，也吃过客家菜，但是用客家菜做出来的西餐，你吃过吗？现在我就带大家到苗栗头份，寻找这位客庄的料理达人，也顺便品尝这中西合璧的好滋味。文兴哥你好。道玄，在煮咖啡吗？哎呀，这不是咖啡。这个我们是用咖啡 espresso 的方式，我们来就是做这个很特别的客家的酸甘茶，我们又叫老蒙甘茶。我知道这个酸甘茶。对，我们把它研磨成像咖啡粉一样，完全用蒸汽的方式把它萃取下来。哇，我不知道酸甘茶可以用来用这种方式。客家的老味道还是用最好的科技把它完全的萃取出来，这样才不会浪费啊。好啊，那我可以喝看看吗？来，这就帮您准备好了。哇，其实客家人它这个颜色是黑色的其实喝起来是蛮养生的。而且客家人他把这个来顾喉咙，因为它已经放了很久，喝起来有点乌梅啊，有点那个梅子的香味。而且我也知道这个就是经过9蒸9晒啊，其实它的过程非常的复杂。这个的话，这个是几年的啊？这个从我爷爷辈做到现在38年了。38年的酸甘茶，哇，我没有喝过38年，那我现在赶快来喝看看。这个就是这样子，夺一个小孔把茶叶装填进去。在这之前先把果肉挖空，经过9蒸9晒。客家人的一个 slogan 很棒，他说呢，这个夺一个小孔，把果肉挖掉，把茶叶装填进去，这叫做挖空心思，回填智慧。哇，还有一个含义在里面。对，非常棒的东西。我现在喝啊，我觉得哇，它那个味道好浓哦，非常香，然后非常浓，然后而且它的那种酸味啊，它都停留在那个上颚啊，我觉得那个酸味刚刚好哎，好好喝哦。对，Cheers。哇，我第一次喝到就是
38年的，比我自己年纪还大的酸甘茶，喝起来也比我大，也比我大，也比你大，特别有味道。是，文兴哥，我听说你这里啊，就是有用客家菜，然后融入在西方的料理中。对，以前我是初步在接触餐饮的时候是用西餐的方式来入门的，因为在地性我们有很多很棒的一个客家的东西，所以把它结合在一起。我们来试试看。好啊，好啊，再麻烦文兴哥了。想不到在品尝美食前，热情的文兴哥就先给了我一个小惊喜，我也越来越期待接下来文兴哥特别准备的创意美食喽。文兴哥，这2道菜是什么？这一道呢是带骨的热眼牛排，对，然后这一道是德国的猪脚，德国猪脚跟牛排，那这个是因为我们在客家庄嘛，我们结合一点当地的元素，牛排一般我们好的牛排我们都是搭配的盐跟酱来吃哈，所以我们现在把菜做在酱里面，用这个洋葱呢，我们拌一些我们特殊的酱料哈，把它拌熟，拌到它完全入味，然后跟梅干菜一起。是传统的那个梅干菜融入在里面吗？是，又营养，然后又健康，然后它可以一起搭配着肉来吃。哇，那我赶紧来吃看看。这梅干的香再搭配这个洋葱的甜跟酸这梅干菜的叶子的部分我们剪掉比较多，完全用梗的方式来呈现。其实叶子不香，其实最香的是梗。对，我们就尽量留梗的地方，我们全部农家我们自晒自己做的。哇，对啊，因为我刚刚吃起来啊，它就是有梅干菜的这种咸香味，然后因为它的洋葱啊又有一点点酸酸的，然后搭配这个肉啊，把肉的那个鲜甜的那个口感啊全部提起来。文兴哥说，小时候自家门前都会晒些梅干菜或萝卜干，他凭着记忆中的味道，大胆创新尝试，想不到滋味竟让人如此惊艳。而这种独特的家乡美味，也让他在料理创作上有了不一样的想法。那这一道菜是什么？这是蒸过先蒸后烤的猪脚，吃起来非常的有嚼劲。哇，那搭配这个是什么？我们诗坛本身它65%以上都是桂竹林在覆盖。那里面有产了很多的桂竹笋，然后我们再把它用炒德国酸菜的方式来呈现。客家人是最会吃笋的民族，因为客家聚落大部分都是在丘陵地，丘陵地很多竹子，而且包括盖竹子啊，用竹器啊，这是又最环保，而且竹子生长得快，我们马上取用，隔年又可以换新的，所以客家人用竹子吃竹笋这一部分都是客家很特色的东西，对。还有本身猪脚上面就有10几种的香草，而且是新鲜的去腌的。原来它这个是用香草提味起来的，然后再搭上这个笋啊，吃起来有点脆脆的啊，软软的，好好吃哦。因为一般搭配猪脚的话，就会配一个解腻的东西，一直吃起来，其实这样子是蛮健康的。哇，其实这2道菜都是我没有吃过，而且是非常特别的2道料理。对，而且我们用客家先人的智慧，我们把它融入一点点。听文兴哥说，他过去曾在台北工作生活许多年，我很好奇是什么样的机缘让他决定回到家乡开设餐馆呢？其实我那时候接触的部分是属于银行委外的业务，接触贷款又接触催收，所以也让我提早了解很多社会各阶层的一些，让我提早体验这个社会。我其实只要是假日要抒压，我都回来苗栗这一个好山好水的环境，种花啦，种草啦。其实也是想念家乡的这个味道。对对对，我觉得客家人就是这样子，在他乡工作，久了以后呢，回乡就是一个充电。不管以后你要到哪里，其实家乡都是最温暖的。家乡的温暖总让文兴哥有了再出发的动力。他也希望能够透过自己的料理专长，为客庄美食创造出更多不同风貌，也让更多人都能品尝到不一样的客家菜。那回到家乡来开店啊，最大的改变是什么？其实我是一个非常爱好分享的人，我喜欢分享我的所有的东西。那我这个有幸回到这个苗栗呢，那
我有一些西餐的底子，然后我就用这个来结合一些创意，也是我很大的机会，跟很有荣幸的跟可以用这个东西来跟大家分享这样子。有啊，我感受到那个文兴哥的好客分享啊，还有爱交朋友，从刚刚聊天中就感受到，一直跟我讲很多故事。这是谢谢你们给我有分享的机会。今天谢谢文兴哥让我吃到这么特别的客家菜，也谢谢您让我们有分享的机会。好，那我再多吃。好。将一份对料理的热情加入对家乡满满的爱，文兴哥的料理不仅让我尝到了不一样的客家美味，也让我明白，只要勇敢突破、大胆尝试，人生也可以有许多不同的可能性。另外，还有一位热血的客庄青年，用着自己的母语唱着家乡的故事。现在就跟着我一起进入他的音乐世界旅行吧。上面送到东涌甲北村的山树坡鸟片，不过东涌又唔系。你看马沙来咧，俺叫我看到俺当然咧，啥冇嘛改变，你叫在生咧，你嘅老妹咁奶咧，你嘅阿妹也有些，带着奶味带着春节，哇，好好听哦！是不是有一个客家话？我觉得好亲切哦。是不是我常听到那个就是打招呼啊？对啊，就是如果你平常有到客家庄的时候啊，很多时候你碰到老一辈的讲话，他还先问你说道玄牛来了，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客家人很独特的一个发语词。像你知道嘻哈音乐，Yo What's up， 那个 Yo 其实本身就是一个没有特别用意的一个发语词，一个语助词，所以我觉得这个是蛮独特，属于客家人独特的发语词。爱我想回去，爱用给总在，莫用了解，困住给灵魂，让发给姿态。在新竹客家庄长大的子轩，从小就对音乐十分的热爱。因缘际会之下，开始了母语音乐创作，擅长融合客家与嘻哈及民谣、摇滚等曲风。多元的音乐风格也让客家歌曲有了新的风貌。其实我也发现，其实山歌里面有一些很独特的技法，像我很喜欢一个技法叫牵声天上。如果你有听过人家老一辈唱那个，下个 key， 早茶爱茶，对，两三皮呢。我好喜欢那个尾音哦，我觉得那个尾音就是山歌特有的，对，然后很有韵味。其实对我来说，我并不是一个从小就学习传统山歌的人，所以我在看这些东西的时候，我觉得它很有一个独特的味道。那我也常在想，很多人就问我说，你可不可以简单的告诉我客家音乐是什么？是，如果今天客家音乐撇除了客语，那它还叫客家音乐吗？那我说客家音乐当然是要唱客语，可是也有人讲说原住民音乐，它有一些加上吟唱，它就算唱国语，它听起来还像是原住民音乐。那客家音乐有什么？我觉得就是这个天上，对，这个很特别。所以我在我的音乐里面，比如说我有一首歌叫《阿姨的黑椅子》啊，哦阿姨耶，哦咿呀，哦阿姨耶，哦咿呀，那呀哦，哦咿呀，哇。
我鸡皮疙瘩哎，好好听哦。就是想做这样的融合，像刚那个语言，我们唱闽南语，可是我们想要用原住民的吟唱，然后在尾音的时候加上客家山歌的这个部分，所以这是我一直想尝试跟探讨，在我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客家音乐的遗产里面，有什么是我们现代音乐人可以值得利用的？不只是身为客家人啊，那你别的族群，他如果喜欢客家音乐，他可以利用些什么？对音乐很有想法的子轩，喜欢将生活中有趣的人事物融入在歌曲当中，而这些灵感往往来自于他儿时的记忆，以及对客家文化的观察。不论是山歌或是语言，透过他的音乐，总是会令人有耳目一新的惊喜。你有发现吗？客语其实鼻音比较多，有就是共鸣啊，对这里啊，因为你看我们的第一人称发语是矮就从鼻音开始矮，然后客语本身也蛮有节奏的，比如说啊哦，它是一个短音，它不是啊哦，它是啊哦，它有一个节奏，然后所以很多的闭口音会造成节奏，比如说我有一首歌叫赌唔掉，赌唔掉就是忍不住，赌。这个字就闭口，可是它一连起来唱，它就会像一个滑步的感觉。咚掉，想要冲个本一趟，咚掉，是紧冲紧台上，咚掉，关机甲变马萨，咚掉，人去向下来跳舞。它就是咚掉，它就有一个滑步的感觉，就刚好把这个闭口音啊，然后创作这个有特色、有节奏的歌曲。对，它就跟我们的客家就很接近了。所以其实我觉得语言或是在我们客家的传统里面，它有很多东西放在现代的时候，我们可以赋予新的意义。对啊，新的能量，然后听起来也不一样了。是，就是属于我们这一代客家人的东西。所以这么多年的客语的这些创作啊，对你来说其实意义算很深。是，其实有一个时期，就是我以前写国语歌曲，然后唱国语歌曲的乐团，我的父母亲觉得还好，可是我自从做了那个母语的歌曲后，我爸妈他们超投入，每天听吗？对，每天听就算了，然后很投入，就是几乎我每一场演出他们都要去看，然后我回到我家，有时候其实也觉得。蛮害羞的，因为一回家打开门，妈妈就在放我的专辑啊，因为我有首歌叫《爱转来嘞》，她说《爱转来嘞》，我妈还这样唱，故意唱给我消遣我这样，我就觉得蛮有趣的。反正开始写了母语的作品、客语的东西以后，跟家人越来越接近，也是我觉得好玩啦。其实玩音乐不要太有包袱，很多人就说，你怎么这么有使命感，要传承客家文化？我说我没有在传承，这客家音乐、传统音乐也好，或者过去前辈创作音乐，这些东西对我来说都是一种宝贝。那我觉得到我们这一代的时候，我们是一种延续的。我觉得延续这个大家玩音乐的乐趣，那对我来说，客家音乐、客家歌、客家话。它都还有很多的乐趣在创作中可以运用，所以我一直在玩，我也不知道我可以玩到什么时候。而且我刚刚发现更酷的是啊，我有听到你放的歌曲里面还有融合饶舌，用客语饶舌，我觉得好特别，就是觉得我们的音乐有一点奔放，很多元。这几年就是其实也找到很多志同道合的好朋友，跟我一起做客家音乐，虽然他们不见得是客家人，不如等一下跟着我们一起去练团一起来感受一下我们的音乐好。好啊。轻快的节奏与旋律，我的双手与双脚也忍不住跟着打起节拍，像是迫不及待的想跟着子轩一起探索音乐的魔力。爱我是委屈，爱用给总爱，马你了解，昆虫给灵魂，让发给姿态。爱我是委屈，爱不应规范，连做马代，先发给奶奶，马应动脉一听我是拜拜拜拜拜拜。哇，其实这样子搭配起来需要很大的默契，
蛮多练习的。对。那当初怎么会组起来这个乐团？因为一趟巡回的关系我们去走遍了在山线的平快车的支线。那在火车上面畅游，发现觉得我们的音乐其实跟着火车也蛮像，就慢慢走，慢慢走，走快走慢，最后一定会到达这个终点。那也后来觉得，干脆就把我们的团名改作山平快，其实就是山线的平快车的意思。那去巡回有没有去到最印象深刻的地方？其实因为那时候我们做的巡回，其实有一部分是蛮大的挑战，有点像快闪。那我们就是直接。选了一班火车，我们把器材带着，然后摄影机带着，我们就直接跳上车，然后就直接告诉大家说，我们要来开始唱歌，而且我们要唱客语的歌曲。不过因为当然我们选定的那些路线也跟客家有一点关系，比如说我家乡新竹的内湾线，所以我们一上车的时候，一开始当然也是会很紧张，怕他们会拒绝把我们赶下车。可是后来发现，因为大家一起要去旅行的那个心情，其实都是很愉悦的，所以听到有人上车的时候表演，他们很高兴。那也借由这样子的演出，让他们认识了几句客语，这样子。那回到家乡有没有就是很兴奋，还是什么感觉？其实每一次的巡回，我们都会排一次家乡场。然后我觉得那是因为我唱的歌很多跟怀乡有关，那这样子的关系，在家乡唱这些歌，让我觉得更有感觉，就是觉得呼吸到家乡空气，然后歌会唱得比较好的感觉。子轩始终没有忘记，家才是他最终的依归，而客家提供了他创作的养分，因此他用文字与音符写出对家乡的思念，用歌声唤起异乡游子对家乡的记忆。今天下来最有感触的是，我看到了年轻辈的青年回到了自己的故乡，为自己最熟悉的地方尽一份心力。我觉得文化就是生活中的点点滴滴，最重要的就是延续文化的心。有人透过音乐、书店，有人透过手工艺和美食，无论是用什么方式来传递，最重要的就是希望回到自己最熟悉、最想念的故乡来生根发展，并且我看到他们用身体力行的精神去努力、去尝试，也为当地这里留下了宝贵迷人的家乡文化。